何超莲与窦骁的婚变传闻已持续2年多，向太一剧澳门富家女向男演员闹离婚，几乎直接点名两人，将他们推上舆论浪尖。向太称，富家女与男演员的婚礼开销全由男方承担，耗尽积蓄，女方家却分文未出。如今离婚，男方连婚礼钱都没收回。何超莲也曾表示，婚礼筹备全由窦骁负责，自己未参与。当年港媒报道，这场婚礼耗资超5000万港币，约4400万人民币。窦骁作为2线演员，事业心不强，在内娱片酬飙升时，他更多投入恋爱，商业价值不高。15年积蓄因一场婚礼花光，并非不可能。花完积蓄的说法让何超莲评论区沦陷，网友指责他骗婚，功利心重。当然，也有网友认为何超莲富家女下嫁不恋爱，脑不扶贫的做法很明智。不过，骗婚指控严重，一般指财产骗婚，对何超莲和窦骁并不适用。在多数人看来，两人婚姻各有所图。何超莲此前与吴克群恋爱未果，如今与窦骁，婚前女方超爱，婚后却高姿态，窦骁则似赘婿，身份不对等从一开始就存在。两人或高估了爱情的力量，豪门门槛难入，还是等当事人回应才能揭开婚姻真相吧。